农历春节就要来到，为了让家属日好会用的好过年，由立委陈廷辉、前议长郭信良以及这位议员，包括陈义珍、周丽珍、加前议员蔡宏全，结合侪民间爱心团体、公司行号、加善心人士，共同募集了将近350万的物资，将伫个14号上午，公布伫个各议员的服务处来发送，希望帮助弱势家属日好会用个好过年。其实每一年在这个岁末年中在过年前、农历年前，包括登录爱心会，包括以真，还有我们的郭信良前议长，还有廷飞还有包括我们的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我们都会一起结合包括很多爱心的企业一起来办这个寒冬送暖活动，也希望说给所有的弱势朋友在寒冬前在过年前一个温暖，让大家可以过个好年哦。因为每年过年看到一些弱势团体真的是为了吃为了穿去烦恼这么多，所以由我们的郭议长还有陈廷飞委员、陈怡贞议员，大家联合想说帮他们过好年，所以才会在过年前的前一个礼拜六，每年的过年前一个礼拜六来举办这个活动2年的疫情过后，其实很多家庭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关心，不是说现在已经那个疫情过了，然后就大家的生活经济就一定变好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虽然整个的社会的企业赚钱利多我们还可以分到现金，但是呢普罗大众可能更需要我们去关心这场爱心飞扬关键的活动，今年总共募集45000多斤的白米、牛头牌的干拌面、豆油、盐、沙拉油加日常的用品，总共超过5400份。现场阁提供义诊、义诊加免费的送春联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大台南11区家属日好安心过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